好多女仔返到屋企除低件巴就覺得夠舒服，但係夜晚瞓覺唔着內衣，慢慢就會胸部下垂、外擴，甚至大晒胸添。我係美胸師 Connie， 我今日教你點樣揀睡眠內衣，等你瞓住都可以保養胸部。第一，要無鋼圈、無側髀，瞓覺先舒服，唔會壓到淋巴同乳腺。第二，承托力要足夠，包覆副乳，固定脂肪。第三，袖杯要透氣，我哋嘅皮膚都需要呼吸。第四，材質要柔軟親膚，唔影響睡眠質素。我哋嘅 Numensa 同埋 Lady Me 無鋼圈功能內衣就係專為亞洲女性設計，擁有64項國際專利，人氣植物乳膠材質，透氣柔軟又健康。我哋嘅保養型內衣可以睡眠、家居、孕期、姨媽期、做瑜伽、做運動，一件搞掂晒。而家仲有新客體驗價，199蚊一套睡眠內衣。快啲 DM 我預約1對1專業諮詢啦！